范瑞坚所扮演的韩世忠，一改儒生戏路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历20年戎马生涯的将帅风貌。这段演唱是他早期以袁雪芬演唱时的录音，这次特邀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李瑞英扮演梁红玉。起来了，我既然才够了。哎，这是你的不是了，交的税为什么不税呀？我见你这件金包好几次都摸破了，一时不能入税，所以替你补上几分。哎呀，哪个要你替我补什么金包嘞？哎呀，你这个人也真是，这只有鸡可不只有人呐。是啊，怎么讲？那你为何不去税呢？好，夫人，今夜外来妙计，请做今日人。要是今日的尽到，我就立即出京。为此，这都会做今日的消息。你想叫我是何得意爱谁呀？那不就对了？就是你不能实税，为何单叫我倒能实税呢？我乃值得做税，你毕竟与我不同哦。对。20年了，但好像刚分手。你还不知我的
还是什么同与不同哦？流芳似水，匆马空匆，所以嘞，已是20年了。是啊，已是20年了。他
是苏的将军因我到此来不及汇报，哎，真是人不安呐。相公身传，今夜必有佳音。请到我日，铁军所无头而不应，不再是论。我军趁机再进，会叫10万铁军葬送于唐江御风。是在贵客前日，借个瓦用里必有大误，有利于我以少胜多，真乃天助我成功也。以相公之言，少廷凡要死伤。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其身在军多年，难道还怕死伤？自相公你外面用餐，岂不无廉？如今苏的将军当在3级以上，岂准备自己相公下去，一手成功？你倒想得周到。只是平日不许下国饮酒，今日却全起酒来了。哎呀，谁不许你饮来？只就你少饮罢了。而且这样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哈哈，到你这里就有这许多道理呀。你还不知道，今夜请你用这是意哦。不枉是做过境外大功可成也。这只是其一。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倒要请教。不说也罢。这是什么？这才来相公你为见笑的。下官不孝就是。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夫人，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相公啊，本记得当年进去出家门，但见你不可配为丹呀用，相公为不去从军，却在分归到自动。这何在你来沙场水里下个汗马蹲公，相公你说不等梦，写起我他风衣起不用，这段子为高全通，放尸体传统分居在当中，西京在青叶间远在当空，本要算指挥的大将为公，不是夸将公为哎